IFM 飛天遁地陽光幫，咁我 William 咧今日就咁啱嚟到兆安 USJ 泰賓，咁樣有啲時間，趁依家未食飯，同人哋玩下先。IFM 飛天遁地陽光幫我哋人形紙牌咧，就係咁多紙牌入邊最幸福嘅，因為我哋嘅紙牌已經去到中國、去到澳洲、去到好多好特別嘅國家，但係有好多紙牌就冇咁幸福啦。我哋睇下啦。嗱，我哋有陳大哥企響電燈柱附近，我哋有賣藥材小姐張敬軒、無頭公公、麥先生。好啦，識唔識嗌 MyFM My Music 啊 ？MyFM My Music 細聲 ，OK， 1、2、3 ，MyFM My Music，OK， 唔該晒，OK， 搞掂啦。包你1萬福順做事，會心聽聽。MyFM 你實在充滿活力，有你陪我係更加行過嚟玩下啫。你幫我保持機器，我今日係咁啱嚟呢班做嘢啫嘛，冇問題，影咗啦，OK， 唔該晒，係啊，OK， 唔該晒。好啦，咁樣嚟到呢個茶室咧，見咗兩位好朋友啦，先生點稱呼啊？姓李嘅。姓李啊，姓氏咧 ？S 啊 ，OK，so 你可唔可以證明一下我係單人匹馬，一個人攞住 tripod camera 同埋人形紙牌一直嚟到呢度玩嘅？可以。可以，大家知唔知 MyFM 口號 ？MyFM My Music。冇唱歌，但我哋對住鏡頭啦，1、2、3 ，MyFM My Music，OK， 1、2、3啊 ，MyFM My Music，OK， 唔該晒。My Music 啊，1、2、3 ，MyFM My Music，OK， 唔該晒。咁啊，到處識朋友係非常之開心嘅。咁呢班童工咧，好似做工咗成日，同佢哋玩下開心下，係好開心嘅。OK，thank you 啊！都有冇聽 MyFM 啊？有啊！OK， 舉高嘅手嚟睇下咧。OK， 咁啊正啦。有 commission 攞冇？我冇咁大聲先，有 commission 我攞咗先啦。嗱，睇咗咁多片段，我哋嘅人形紙牌係咪最幸福嘅咧？所以希望各位參賽者繼續努力，繼續加油。